16就是海陆向ra春期占日润特摆日本时代爱上屋上理念抬杠抬重杠当发天切家做唔是大部分平人讲是大强受助收入就不得了嘞，有日东日则田农开日淡谷来教祖国，该田农开年来挑家俩半山排年，样样开到是差是急，上去唔接下去，大旱拍小旱。展开到来，过了2日，该上帝嘅挑家老该田农讲，你欠爱嘅日淡祖国，让汉莽本爱，该田农讲，爱前2日没有开本意嘞咩？你用来爱冇叫本意。该粮食日淡谷系经过千辛万苦才得来嘅，田农认为今年过了嘅日淡谷，日沙讲有，日沙讲冇，粮食熬起来，挑解唔下，结果粮食就强人下网榜。到新竹3方庙该年时少王榜就过么事，就了该日下就挑家转不下，唔知系良心发现么？来讲突然间想起来嘞，前2日该田农确实有开淡谷来教主啊。佢就老街写網榜嘅先生講，佢想起來咧，該田農確實有教祖國，拜託先生嗰寫網榜是上方ra嘅人，老上方ra講，佢想我修轉該網榜，上方ra廟嘅廟公，老佢講。網榜少睇解下，榜文就送到天時，收唔轉來，挑家長地差咧，描寫最讓行年轉不下來，到該暗部，挑家加心口，衰到半ra，探到鐵鏈，到體內下拖年行。烈烈像摩天嘅上，佢話到係切的，就揭紅起來看看，冇看冇眼視，越看樣樣愛睇戲，嚇到目珠瞪到大馬扎，講乜嘅看到家幹本上方廟嘅七ra八ra。用手考腳了，將近6年加數，來年就話，佢想唔知係不惡夢麼？天意造新，挑家睡到前朝還蠻好，屋下人樂意見到，看到民創黨挑家嘅將近收完。腳玩全都武槍，個身體啲結構咧，也係個後加心口講出來嘅，愛滿熟談了啲事情嘅內容是乜？佢老人講，假使做節惡，小人確實為本生命執法嘅事情。大家係啲得，就唔會是害人，
是小人，是做该冇天良嘅事情咧。